行政院第2月份甲3月份分别有通过海洋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也有海洋污染防治法的修正草案，这2案拢已经送立法院审议。不过，即马环保团体是认为，海污法对海洋的噪音的规范也是无够。另外嘛，认为海洋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内底有一寡条文，亲像海底挖矿，环保团体是批评这产业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理化风力发电施工的声音真大声，除了伫海岸上的人听会到，海底的侪动物也会受影响。不过，环保团体指出，海洋委员会提出的海洋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针对海洋噪音要是无有效的管制。我们彰化因为离岸风电的施设，那个精准的搁浅是很明显的，家具是 double 上去的呢。没有人在这样的啦，请赶快进来。安排出席记者会的海委会官员是咧宣传说明诉求的程序结束了后，才入来会场，无专程参与记者会，引起立委不满。针对海洋噪音，立委也质疑政府态度无要无紧。我们目前没有，是因为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做一些台湾海域的一些海洋哺乳类动物的一些。可是我进立法院到现在超过3年了，你们已经3年了，也准备3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啊。目前我记得我第1年就问。那海污法针对海委会提出的海洋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环保团体也认为，内底定出16种海洋产业范围伤宽，有的产业嘛无应该搁发展。它是无差别的去补贴、鼓励各个产业的发展，那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应该要在母法里面很明确的辨别说哪些产业它其实就是不应该发展，譬如说这个海里的矿石采取，或者是这个油气石油天然气这些行业，其实它就是不应该再发展。环保团体认为，现主是政府规定，各部门拢要配合永续发展目标。不过，伫新定的海洋产业发展条例内底，所有违背这个精神的条文，呼吁立委咧立法的时爱斟酌把关。记者郭文定水台北报道。